有一位主人問佢12歲嘅兔兔側頭好翻咗啦，但係咧仲有面癱嘅情況，會唔會好得翻晒呢？佢嘅耳仔唔係好識喐，個嘴都有少少歪歪地嘅，同埋眼咧眨得慢，會流眼水咁樣啦。咁佢想問面癱會唔會100% 痊愈，同埋咧佢擔心面癱會唔會造成牙齒問題呢？呢個就要視乎咧佢嘅病因係啲乜嘢嘢，不過最常見嘅咧會係嚴重嘅中耳炎造成嘅葉面神經嘅受損。咁如果係呢種原因嘅面癱嘅話咧，佢隨住中耳炎嘅治療通常會改善，但係就未必能夠完全痊愈噶啦。但好彩嘅係咧，呢個佢只會影響到佢面部嘅表情啦，佢唔會影響到佢嘅咬合咀嚼嘅，所以牙齒嘅部分通常不受影響嘅。咁主人需要多留意嘅地方咧，係關於佢嘅面部嘅清潔咁樣啦，因為好多時候咧會有眼屎啦，或者有啲流口水啦，或者耳屎嘅部分，咁呢個都會需要主人每日幫手去做個清潔咁樣咯。如果你嘅寵物有以上嘅症狀，記得揾專業嘅獸醫睇睇啦。我係 Dr. Steven， 同你一齊守護家中嘅每一位珍寶。